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10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增加431例本土，连2天破400例，中重症加4例，9个外月无人确诊的南投嘛增加2例。指挥中心表示，即马正咧超测，按算提供800万吨的快筛试剂降低计效，目前高风险的地区嘛有免费快筛。大甲嘛绕境经过彰化市，国民党为着抢桥，甲警方起冲突，造成警察受伤。警方表示会同款起诉的付诸。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咱是阁加431例本土，全台湾有18县市拢有人确诊，也若是病情的部分。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最近增加4个中重症的个案，而且这当中的个案，佫有已经做过3档疫苗，嘛无慢性病，不过也是引发重度的肺炎。国内初10增加431例本土个案，年岁为无到5岁到80多岁拢有，过半拢是无症状。以新北市143例上济，台北市67例，桃园市45例，屏东县也有31例。全国18县市已经拢有确诊个案。指挥官陈时中承认，疫情咧拓开，也无达到高峰。确诊的案例跟昨天差不多哈。那不过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假日的时候是不是有检验比较少哈，或通报比较慢的一个情况，不排除哈，还是可能会再增加。指挥中心统计，国内最近病例当中，各增加4件中重症患者，其中一个80多岁男性做过3剂疫苗，有高血压甲心脏病史；另外一个70多岁男性也有慢性病史，一个做过3剂疫苗60多岁男性无慢性病，确诊了也是引起中度肺炎；也有一个50多岁有慢性病史的女性无做过疫苗。他有高血压跟心脏病的病史哦，那这次是染疫之后有出现肺炎。血氧浓度也有掉到92%过哈，所以目前住院是有需要使用氧气，然后也有接受瑞德西韦的一个治疗。对疫情拓开，快筛需求增加，有民众呼吁政府做快筛国家队，提供民众确实的快筛试剂。指挥中心表示，相关作业拢在准备当中，因应扩大采检需求，已经甲厂商研究800万剂家用快筛试剂共同供应契约，和介绍更较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南部的疫情，南投咱9个外月无增加确诊，不过今日是出现2例本土。也若是台中是有长照机构的实习生去染病，加在目前的接触者拢是阴性。也若是搁落南到屏东，今日是增加31例本土，小食部的菌株就占20例。一寡确诊者当中，包含一个琉球的民俗头家，所以县府是赶紧派防疫军帮，载民众回来本岛采检。加286家号称台湾本岛最后剩地的南投，佮传出本土确诊案例，相关去过所在赶紧消毒。南投县卫生局讲，这是对中年的翁仔某3月底先生北甲新竹确诊案例斗阵拍球，提出隔离期间先后采检确诊。前2天4月7号开始，他有一点小咳嗽。好，那我们接到他有点小咳嗽，我们昨天就立刻安排他去做医院做 PCR 采检。那一采检 ，CT 值是24。台中传出长照机构去画到，当时信义养护中心一个女实习生起名连假等去南部探亲画到，这段卫生局包列中心89人 PCR 检测拢是阴性，相关卡列拢已经完成消毒。该中心即日起禁止探视，居民皆使出去袂使入外，就地来隔离。派医护团队昨天进到这个养护中心，再把这些住民跟工作者89人全部都 PCR。全部都是再做一遍，全部都是 PCR， 那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国家南平的屏东是创下一波疫情爆发了后，一天确诊新冠31例，其中天上林间小食部互相收的案件占20例。确诊者内底有一人也是琉球民俗的头家。官府除了下令天上林间停业以外，也对琉球来启动防疫专船加巴士。我们也同时在中午以前启用大型的防疫专船及防疫巴士。分别呢，在2家医院来做进行 PCR 再度的采检。官府全面调查了后，调查监察员确定天上林间小食部互相收的案件是4月8高雄市确诊者案例25601报告点来去消费，小小积极防堵疫情拓开。记者综合报道。也若是双北的疫情，新北今日是增加143例。市长侯友宜就表示，隔离的人数已经超过12000人，所以会先试办轻症自主照护，预计后礼拜就正式实施。
也若是台北迄边是增加67例，有5例甲酒店酒吧有牵连。另外，花莲的主治病院是传出有6个病患确诊，相关老层的患者、医护甲照顾者拢禁止离开病院。确诊者行踪全面清消，无被好者的所在佫出现检疫危机，因为新北市本土确诊继续清悬，切查佫增加143人，加3家一个国小老师相关检25例。目前新北居家隔离人数已经超过1.2万人，比去年疫情高峰期佫较济。我们目前的这个匡列数是12637，这个隔离只要一通知就生效。另外，新北抢先试办轻症甲无症状居家照护，将检疫隔离中心升级做居家照护关怀中心，切站试运行，主要针对确诊者生活关怀。另外，健康照护部分如何送药啊，各甲病院建立绿色通道，再上就医者等项目会个公布。居家照护里面的医疗照护，我会来跟中央再度的联系，把我们所有的做法跟中央再做一次核对。预计在下礼拜，我们就可以开始正式的来做好整个办理。新增加本土个案除了新北以外，第二季就是台北市增加67例，酒店加酒吧连环爆，增加5人确诊，也有百货特点加 KTV 相关也拢有增加南山的个案。歌唱场会妹伫大包小巨蛋办演唱会，佫出现确诊者行踪，卫生局紧急扩列，伫为周边40人了后，正式佫增加2人检疫。总共匡列裁检有40个人，那刚刚出来结果有2位，再新增2位哈，那这2位都是他的友人哈，包括有1位坐在他的旁边，那另外1位是坐在2B 区第6排，有1位确诊。另外，花莲也增加13例确诊，甲奥斯卡美食餐厅群聚相关，延伸出9例。不过，主治病院群聚相关，逼出6名病人入院，目前也无人暗号。目前这个11楼这个病房呢，所有有感染的就确诊个案，目前都已经移到我们的专责病房。那这个病房呢，目前医护人员、陪病者、看护病人，这个完全都不进不出。深受依赖感染，卫生局还未证实。不过，确诊者的相关楼层、病人、医护甲陪病者目前拢禁止进出。3楼甲11楼所医护等相关人员进行体检，避免漏掉暗藏的感染者。记者综合报道。到昨下晡为止，全台湾有15个县市有学校停课。中央就表示，这2天会公布新的停课的标准甲校园防疫指引。因为这波疫情有不少学生囡仔染病，这些家长想到通知了后是赶紧带囡仔去排队快筛。接到通知，登去学校，在囡仔甲学校家长坦白讲有一寡紧张，因为既然这间护理专科学校有学生确诊，校内300多位学生甲社监拢话采检阴性，才法度离开学校。昨后停课2礼拜，已经离校登去厝的师生爱到就近的检查站去采检。紧张也有这学生的家长，礼拜早起，台南有未少的家长收到通知，讲囡仔就读的学校有学生确诊，早起带囡仔来检查，也有卫生所门口是排队排真长。要等很久。对啊，很久啊，你在后面很久啊。台南伫70个确诊数内底，新增加7个是无做过疫苗的国小的学生，拢是伫同一个补习班上外门课，互老师去画掉。造成他任职的补习班里面7个孩子确诊，那这7个孩子都是12岁以下，都没有施打过疫苗。7个人分属3间国小，其中1间国小5个，学校对4月初9停课到4月18。另外2间国小各有1个，确诊的班级是停课10天，也有高荣耀某国小赶紧对初9停课到4月18。主要他的感染是在课5班来回归到他的学校里面有不同的班级，所以我们认为学校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全校停课。市府回应，该校确诊者也是伫补习班去画到的，去过补习班的学生分散伫无同的班级，3号停课。总计到70为止，高雄伫厝隔离学生879人，自主健康管理的有2393人。因为小孩都跟着大人只要大人的部分防护或是疫苗有打齐全的话，小孩子应该就通常都会还 OK 啦。学校连续出现学生确诊，全台包含双北、台中、高雄、台南这15个县市，超过201间的学校来停课。第6真侪学校陆续停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校园指引的修订会甲教育部讨论了后，这2天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马染着病，症头变轻，有的民众若是身体无爽快，就先家己体检。
不过目前即马市面上一支快台试剂都要300几块，就立委呼吁中央要赶紧插手，甲价数压落来。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除了疫情严重的所在会有免费快筛，嘛当咧甲业者超测，按算提供800万剂的快筛试剂来压个价数，应该真紧就会有结果。入来药局快筛试剂就放伫咧上显目的所在，药师讲最近销量明显变好，近2种试剂即马只卖甲存家的。那我们在一天大概卖几十个有了，那我进价是260。你如果马上都调到100块，那我不亏死了吗？那看试剂的价数，市面有伫咧卖核酸试剂要1,800块，罗氏甲福尔威创控管试剂要300起跳，民众看法是拢无共。会有点贵啊。我觉得300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比起 PCR 应该是便宜了快10倍。疫情走向轻症化，自主快筛的需求变大，有立委呼吁中央要赶紧做快筛国家队，先提供免费的快筛应付这波疫情。刚一个时阵研议比较国际行情，甲压伫咧100块左右。最好是能够比照新加坡、韩国能够回归大批购买，然后也能够让价格压低最好是能够在100元，把价格让它能够更亲民。更 friendly，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应该很快有一个结果出来。我们现在大概以就是说像基隆这样的一个模式，从这个提供一些相关免费的给一些热区，来做使用。除了强调参考家人快筛普及的模式，但市中伫咧7月早起，互邀请去做专题演讲的时阵，也讲当伫咧研究800万剂家用快筛的共同供应契约，试剂价数未变数，应该真紧就会有结果。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大甲妈当老家咧出巡，不过昨暗伫咧中华所有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员，为着抢救总入管制区，甲警方起冲突。另外，伫咧云林北港的武德宫，昨嘛有阵头相拍，甚至佫有民众偷驶停伫咧路边的警察车冲向人阵。大甲妈进入了境第2天，初到暗时，马祖乱桥经过彰化市三民路甲永安街口时，出现中华统一促进党成员想要走入去管制区，甲警方来发生冲突。张安乐先生，我们遵照国家的法律，遵照现在防疫的措施来执行，好吗？好，讲法律我会告你们，好吧？因为你们是黑箱作业。统促党总裁张安乐表明，有甲庙方讲好要来接驾，不过警方认为对方穿政党的制服有政治色彩，而且无法度提出有触3党疫苗的注射证明，禁止接救。不过大家镇南宫董事长甲清飘讲，无知道张安乐的信息。我没有得到这个信息啊，看镇南宫有接到。要来，我唔知，事情我就无接到伊的电话啊。这冲突，警方依法甲6个人抓起，彰化警察分局有1名警察受伤。7日早起，警政署长陈家钦加彰化县警察局长吴坤旭来慰问，并且强调一定会严厉惩罚主事分子。有些帮派黑道分子假借参与这个宗教活动，然后来行扰乱社会秩序的支持为要求，针对猥琐的或是陈言，都一一的加以侦办。云林北港武德宫初到下晡，因为放炮啊无细力甲神桥布帘小气，引发彰化甲嘉义2间宫庙阵头伫庙前的空场拍起来。过程中有人开片子冲出来要共弄，要一4号18人偷偷甲警察车开入来，警方透明甲涉案的15人抓起来移送法办。偷开警车何姓男子依妨碍公务罪送办。开白色宾士车江姓男子依杀人罪行送办。云林县警察局长李某王讲，大甲妈廖警队伍车坐来到云林境内，为了防止有人借机来闹事，警方会强势来执法，严厉惩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先来看中国的疫情。中国昨是一天就增加26000外的确诊，有24000外的拢伫咧上海。上海目前已经封城10外天，未少所在传出有欠生活用品，所以民众甲防疫人员阁有警方起冲突的情形。另外，中国有几落的省市因为惊疫情的，因为交通来来去去继续断开，都甲高速公路封起来，造成货运拢送袂出去。我跟你说了，这边告诉你，既然已经下来了，我下来了。
货车司机准备要落高速公路，结果防疫警察指出，落车了爱隔离，互司机进退两难。而且上海高速公路出入口拢有防疫人员提性命探测仪，都惊有人秘伫货车顶缘离开。中国上海因为疫情陆续实施部分封控甲专项静态管理，已经超过10天。即目真侪所在拢出现民生物资欠缺的问题。全都是团购的。那团购的物资为什么上面写着原驰大上海啊？社区门口的团购物资，后民众发现顶面有关键大纸滴落来分价。你们为什么把这个原驰大上海给撕下来啊？欠物资各互部分社区发生防疫人员、警方甲民众的冲突事件。在社区隔离的民众面临大量风险，另外集中隔离的民众，有的人住的环境较简单，或者是爱住伫学校游泳池盖的隔离区域。游泳池里的隔离区，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来完成方舱的建设。一旦建设工程完毕，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中国官方表示，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的饭床便宜已经交抵赔床费，但所有场馆改了，都应用了差不多5万张的床费。结合之前多轮筛查情况，上海全市继续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按照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3区划分原则进行阶梯式管理。上海疫情严重，美国国务院公告，因为中国任期执行疫情相关限制，授权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人员甲家属应撤离中国。虽然中方说明这是美方决定，不过对美方声明中指责中国的防疫政策表达不满，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因为对驻华的外交人员牵涉疫情问题，相关单位也在政策稳准的范围内尽力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消息，林务局阿里山林业铁路甲文资处今年是要请人，计共有18块，结果竟然是剩176位民众去报名考试，录取率高达1成。这边开的课当中，路线的维修人员因为定爱搬重，体能的测验是真严格，就爱搬86公斤的铁片，担70公斤的沙地啊，这2项拢爱伫咧45秒内行50公尺，才有算合格。15公斤、20公斤的沙地啊，放伫肩胛头，15毫升甲15毫升拢会伫11分钟内完成1200公尺才合格，这也是上困难的。来10公尺咯。86公斤的铁链扛咧行50公尺，佮配合70公斤重的沙地啊行50公尺，拢爱伫40秒内完成，才通过第一阶段测试。2种体能测试拢是林务局阿里山林业铁路甲文化资产管理局交部进的测试内容。以前暑假都会练球，练球的时候也差不多都是有时候会有体能训练啊，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这个强度都是还可以负荷的。没有20公斤的沙包，我只试着就是跑看看可不可以啊，跑可以，可是我不知道刚沙包会怎样，幸好比预期的好。体能通过之后，第2阶段考试，今年公告按18名站务、车辆维修甲路线维修人员，有176名考生，录取率只有1成。本次总共有176位报考，录取率约有1成。那其中20岁到40岁占最多。主办单位表示，职务无同，体能测试也无同，因为路线维修人员爱定排动，也爱确保应负担安尼特殊需求。不过过程中有互晓手龙这装备，也请有证照体育教练专程陪伴测试。那录取1个月薪水上悬3万6，佮加上年终奖金5半个才福利。记者综合报道。大甲妈绕境明仔载就到新港洪天宫，不过因为即阵疫情当咧拖，洪天宫对香客遮大拢有新的规定，入庙拜拜嘛要事先申请。旧历3月11日，大甲妈绕境就要来到嘉义新港，嘉义县政府新港乡公所甲新港洪天宫即站共同确认香客大甲食的防疫规定。我们的住宿只提供有向新港洪天宫登记的团队，而且必须打满3剂疫苗，取得3 OK 卡，才得以进入校园住宿。那学校总共开放的18间教室，含我们的体育馆，那总共约计大概有380位我们的香客会进来学校住宿。饮食的东西，我们希望不能够边走边吃。那所有的水果，我们用塑胶袋，那一袋一袋装好，让大家能够减少直接吃可能脱口罩，那防这个传染病的风险。大甲食有规定，洪天宫表示，
除了实验者量体温，即个配合防疫规定，民众也是游客要入来庙内底，拢需要事先申请登记。要入去庙一定要注三节，咱来摕房卡，去登记，登记了开始有，再发一张互你，这拢有名伫咧，几号拢有名。虽然县政府甲洪天宫拢有要求相关的防疫规定，但是伫庙埕外口也是有发现一寡工作人员虽然无挂好势，家己县卫生局表示，针对这个情况会来劝导，洪天宫嘛呼吁信众要配合防疫规定，减少疫情传播的风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上尾来看乌克兰的情形，自战争爆发了后，欧洲有真侪国家拢出手相挺，侪国家甲单位的头人拢相刷去到乌克兰。英国首相强森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甲总统泽伦斯基见面了后，宣布要搁提供乌克兰37亿大票的武器援助。英国首相强生催告伫咧乌克兰首都基辅，甲总统泽伦斯基见面表示支持。行程正保密，一直到英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相片才公开。强生也甲泽伦斯基伫咧基辅街路散步。民众看到了送伊纪念品，一个人真激动。伫即天进前，强生是先甲泽伦斯基开记者会，以俄罗乌克兰人展现跟他世共款的勇气，也谴责俄军伫咧布查甲伊尔平犯战争罪。伊这边来也宣布，英国将会运送价值1亿英镑，差不多代表37亿嘅高级军事装备给乌克兰。And we will give you the support that you need, the economic support, but also, of course, the defensive military support. 欧洲真侪领袖最近访问乌克兰，最高伫咧强生进前，奥地利的总理哈内默也访问基辅甲布查。筹备较好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人是提供10亿欧元协助难民的问题，也答应要加紧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泽伦斯基是讲，伊原希望会当透过外交手段结束战争。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天气报你知，对明仔载开始到拜三，各地天气拢真好，高温甚至会到30度以上。不过拜四开始受到风面甲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都会湿湿冷冷，低温干那16度，一直要到礼拜温度才会回升。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31度，中部地区19度到30度，南部地区21度到33度，东部地区20度到29度。外岛地区21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